我都幾嚮往嗰啲文藝，即係幾想嘗試試演嗰啲喺海灘 slow motion 走啊，兩個人啊攬住啊，即係拍文藝片，第一演技啦，好緊要啦。咁第二就係導演嗰個控制嗰方面，個整個氣氛個關係啦，亦都緊要。我哋三個絕對唔可以對面拍文藝片。即係如果我哋三個撞埋一齊咧，如果係冇 action 咧，唔拍 action，即係覺得嘥晒，即係全觀眾又好，咩都好，全部人覺得係可惜。我自己咧都係而家都係拍動作啦，但係一路轉向咧，希望演技啲啦。我希望拍啲兄弟感情啊，因為父子感情啲戲，都係轉文藝片嘅。五六十年之後啦，你都係文藝片㗎啦。我啊咁嘅打算係30年後我拍文藝片啦。我就希望聽日開始拍文藝片。